有点多哎啊！哎，不是说要干杯吗？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拿哦。嘿。好，小谢好了，那已经很大了，我们就让大家举起我们手上的酒瓶跟酒杯。哎，我喝完了。一起干一杯啊！好干啊！没了这里。谢谢大家，待会的表演纯属虚构，谢谢大家。听不到我在唱什么，我自己也不知道啊。太小声了，怎么办呢？小谢的声音，那个你听得到吗？可能那个你的声音可以小一点。鼓棒拉掉了，阿姨她鼓棒超多的，她那鼓棒很多啊。
那旁边那一排都跟他鼓棒。好吧，看错了，是木板的，还没有加工。我的声音吗？不好意思，是吗？不会，阿姨你在后面一点就听到了。这样吗？真的。我们大家都老实人了。啊？听不懂。我喘成这样，你听不到我在唱什么？我们在唱什么？太差。没关系，听不到了。下一次我们那个Grunge Rock Part 2应该会改善一点，好不好？刚才大家这首歌呢，那个我们 N 年前的时候有不知好歹的发了一张专辑，那这张专辑是一个里程碑，是我们纪念我们所有写过的一些烂歌，把它发成一张专辑。这首歌叫做《释放自己》，不，这个专辑叫《释放自己》的其中一首歌的《释放自己》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I'll
好累哦。自从没玩团之后，胖了10几公斤有。没啊，你玩团的时候就有瘦过。啊，没有，比较瘦一点好吗？啊，对，我胖比较多了。好吧。你跟粽子没什么两样。对，手把包包在卖啊。那个烈宏在以前呢，也是一样不知好歹写了一首抒情歌。原本以为说抒情歌这种东西是很简单的，随便写都很好听。那我们写了以后才发现，其实抒情歌是非常的难的。因为抒情歌是要带感情的。我还没讲完呢。对不起。好，那个抒情歌这种流行歌，其实我们